虎門個精神，即係維護正義啊，唔好做壞人啊，咁始終都圍繞住呢一個中心思想去發展呢部戲。點樣將一個漫畫嘅世界故仔就結合我一貫以嚟嘅一啲好實在嘅搏鬥、搏擊嘅武打風格咧，中間揾個平衡點。一個唔小心咧，漫畫嘅世界咧，好容易係抽離晒，就令到觀眾冇辦法投入嗰種真實嘅世界入邊。點樣將實打同埋漫畫結合，而唔好太過卡通片漫畫，亦都唔好太過打到係唔似漫畫，因為始終係一個好經典嘅35年累積翻嚟漫畫，而係俾到我哋壓力係35年入邊累積咗唔知真係千幾2000萬人心目中嘅石黑龍、黃小虎、黃小龍應該係點樣，所以我哋行差踏錯嘅半步都會被批評得好犀利。講真，拍呢一啲戲太過辛苦，同埋太過大壓力，咁少啲火都分分鐘會頂唔順。我想俾一啲未睇過《龍虎門》本漫畫嘅人都了解到每一個角色佢個背景啊、佢個心態啊，同埋最主要都係將《龍虎門》個精神呢一個始終都要拍翻出嚟。《龍虎門》係由黃航龍、黃伏虎兩個出身自武術世家、功夫了得嘅英雄所創立。佢哋眼見草根階層每日受惡人欺壓，所以決心要推行練武自強。佢哋更加收留失學無依嘅細路授武教學，為社會出力。從此龍虎門個牌匾就代表正義。黃小虎咧就係大家如果有睇過漫畫都知係一個好打不平，一個好朝氣勃勃、好有精神嘅一個小朋友。佢永遠喺漫畫入邊10幾歲，咁但係一打起上嚟就換眼神嘅，即係成個性格變咗係一個好有火嘅年輕人。我最欣賞霆鋒係佢真係好專業，雖然好後生，20零歲，佢會經歷咗好似40歲咁嘅人。因為黃小虎係一個比較單純、好率直嘅性格嘅，咁我今次盡量將佢個戲撳到佢比較簡單啲，個人直接啲。我要求佢就係直接咯，所有反應都好直接，就唔好好多諗法喺裏邊。你係好人，我係壞人啊！你而家同我返龍虎門，繼續做你好人啊！黃小龍佢係一個敢愛敢恨啦，好極端啦，自己有啲原則道理，有自己嘅性格喺度嘅。呢方面係幾似我自己本人嘅性格嘅。另一個角度去解釋佢咧，其實佢係一個正邪之間嘅人嚟嘅，咁啊 walk in a very thin line 嘅一個人物嚟嘅。我覺得佢好適合拍呢部戲咯。佢俾我嘅印象，首先以前我未同佢合作之前，佢係似李小龍出名㗎嘛。即係我睇電影嗰陣時，覺得除咗李小龍之外，香港原來都有一個啲腿幾犀利咁即係好時裝武打嘅。黃師傅，如果你唔收我做徒弟嘅話，切磋下。石一龍係一個外國翻嚟嘅，咁係一個性格比較直接、比較開朗、比較有義氣、好 straightforward 嘅一個人。余文樂嘅真人其實幾似石黑龍，石黑龍係比較進取啲啊，比較主動啲啊，比較樂天少少。同佢合作之後，我覺得佢本身個人都幾直接嘅，佢真係冇修飾佢自己究竟係一個點嘅，佢係咁就咁，佢會嬲嘅時候佢真係嬲。有時佢拍戲，佢做咗1、2個動作，佢做得唔好，佢會好嬲自己，大嗌點解自己做得唔好。咁我覺得佢幾好嘅呢個年輕人。馬小玲，如果我哋邊一個有事嘅，你就帶佢上白雲山，揾一個叫奇俠嘅人。其實我知道馬小玲這個角色在這部漫畫裡面是一個讓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女孩子，所以我因為這部戲，然後去看漫畫，去了解馬小玲。其實馬小玲在之前的時候，最初的時候，她是一個非常活潑、非常開朗的女孩子，很被她爸爸寵着。我對董潔嘅印象就係嚟自我以前睇佢部《幸福時光》咁，我覺得幾清純嘅呢個女仔。咁馬小玲本身係好活潑嘅，佢俾我印象就係佢都有活潑一面，但係好似好苦情戲，好似仲啱佢咁，但係每次都要提佢啦。我話你要活潑啲、開心啲，活潑啲、開心啲。咁
只要佢自己記得翻佢要演馬小玲，咁佢就會開心翻。黃小龍，你同我聽住，無論你入唔入落實教，你同我兩個都唔會係好人。羅剎女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物，因為實際上她的性格是很剛毅的一個女孩。你可以把她設置成是一個孤女，就是孤兒，一個女孩子。這部戲裏邊一直是她喜歡小龍，小龍也愛她，但是小龍不說，放在心裏面，她就總會去說：小龍，你愛我嗎？我告訴你我愛你，就是總會這樣去表明她的心態。這一點跟我不太像吧？李小燕係俾我印象，佢係佢對於自己要求幾高，即係我幾中意佢嗰個主動嗰個演出嗰個力量。咁其實加入一個本身漫畫冇嘅角色，令我哋創作都有啲新鮮感咯，可以話。咁我哋覺得喺個劇本上可能需要有一段感情嘅戲，咁即係唔想俾即係俾觀眾嘅印象，《龍虎門》只不過係一部即係打得一大爛餐嘅戲。咁其實佢哋每個角色透過佢哋有感情，透過佢哋有親情，其實有血有肉嘅。我就自己一貫以嚟咧，都有一個理論嘅。我覺得功夫片啊、動作片啊點樣都好啦，即係時裝好、古裝好啦。我覺得佢係需要係最以真實嘅技術去表達俾觀眾，即係佢有科學嘅根據啦，有邏輯性啦，有物理性啦，有地心吸力啦，所有嘅招式又好，身體形態啊，完全都係有邏輯性喺度嘅。呢一種方法咧，只可以得到一個永恆嘅喺觀眾心目中接受嘅。即係點解我哋睇翻李小龍嘅電影，到而家我哋都覺得係 classic 一個經典嘅，就係因為真實。史丹係一個好高要求嘅一個人，如果佢唔高要求，佢唔會建立到一個咁厚嘅根基同埋一個咁出色嘅一個基礎。我諗霆鋒都一定會係咁講啦。我諗我哋兩個嘅睇法應該唔會有出入，一定唔會。最難忘嘅一場戲就係我第一腳打嗰一個武士，咁個武士衝埋嚟，一個後擺腿踢落去，子彈話 cut。